摆满一桌子，这都是秋季的招牌，令人光看就垂涎三尺。连新产品柿子做成的起拔饼在内，每一口都香香 QQ， 弹性十足。到底有什么秘方呢？老板邱坤芳带着我们到起拔工厂一探究竟，他们的起拔到底有多特别？这个麻糬就是纯原糯米做的，很多人都用一些粉或是一些进口的那些。你看我们的麻糬就是有这么 Q， 这么 Q 软有劲，纯手工制作是重点之一。烤出来的客家大饼就会有这种金黄色的外皮，口感多层次，卤肉蛋黄肉松。要做出来之后都按那蒸给它起拔饼，客家起拔饼。有传承，也求新求变，像是这个起拔番薯烧，也是邱坤芳的创意。挖空番薯，摆上红豆，加上 QQ 的起拔，再回填地瓜馅，手续是一道又一道。为了这个新发明，还是下足了功夫。回味一下以前的人，但是现在这个东西，我们把它精致化。就像一个小蛋糕，烘焙出炉更不得了，不但香气四溢，蓬松的表皮也不断挑动味蕾。不停创新之外，他们夫妻俩坚持要传承文化，所以还特别开了一间 DIY 教室。收起来，这皮就完成了。自己动手做，不但可以知道做一份起拔有多辛苦，客家文化也在互动之间深植心中。而给小孩子知道说，这个麻糬的由来是怎样子。要发扬客家文化，他们还开餐厅，让大家品尝不一样的客家菜。每一道都是邱坤芳的私房菜，他让客家味也走5星级的精致路线。像是这一道南瓜封肉就是一绝。所以我们这个用客家元素里面酒糟，还有这个是梅干菜，去封那个南瓜，南瓜很香很甜。要让大家爱上客家古早味，客人一进门就会奉上这一杯姜汁起拔来开胃。不管是套餐还是合菜，一定都会有客家糕点当配菜。邱坤芳希望来到秋季大宅的民众，每一口都能吃到客家的好滋味。顶着秋季的招牌，起拔有了新口感，加入了柿子的甜腻，糅合了番薯的绵密，尝出客家新意象。味蕾也酝酿我的感动时刻。